歡迎大家嚟到星空奇談，我係所羅門王啊。我係小英，大家好，各地嘅星空之友，你哋好啊。鄧大哥你好啊，再一次多謝你成為我哋嘅召集人，各位星空之友，我哋又開始啦。月亮姐姐你都好吓，好，今日我哋開始嘅時候呢，呢個好玩啦。我哋想同大家講下嘅呢，就係一個叫做人死咗之後會點嘅故事。但係其實呢，我哋久不久呢都會聽好多人喺度分享呢死過翻生啊呢啲咁樣嘅故事啦。但係今日我哋係會同你分享兩個唔同見到嘅層面，一個呢我會覺得係會比較輕輕啲，一個呢就會比較驚嚇啲嘅。唔係，我諗應該係咁講，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案例都可以咁講，但係俾我嘅感覺呢，就會係似《天堂遊記》同《地獄遊記》啦。兩個我都睇晒嘅，我係覺得咧《天堂遊記》咧就比較悶啲嘅，咁所以咧不妨等我講嗰個比較悶少少個版本俾各位聽下先，好冇？好啊。但係呢一個咧真係死咗噶吓，佢係正式地心臟係停頓，腦電波係成為一條線嘅，咁即係喺我哋而家現今醫學嚟講咧，就有呢兩樣嘢咧，基本上都叫做死咗噶啦。呢件事咧唔係發生喺好耐之前嘅啫，咁就講有一位49歲嘅女畫家，佢個名叫做 Nicole。咁事件發生嘅時候呢，佢就啱啱喺希臘一間醫院入邊，佢就因為流產，所以咧就冇咗個 BB， 而且咧身體係好虛弱，跟住冇幾耐之後咧，就突然之間心臟就停頓咗，腦電波變成一條線，咁醫生咧要逼住就要宣布佢係正式死亡啦。咁但係佢死亡嘅時間呢，其實只係2分鐘啫。一般人以為睇到嘅2分鐘，但係嗰2分鐘入邊，佢喺另一個世界就經歷咗一啲好特別嘅嘢，即係嚟到呢一度係差唔多好多呢啲古仔都係咁樣噶啦，開頭 right？好啦，我哋成日都會覺得係咪嗰啲又去咗條咩時光隧道，跟住睇晒佢嘅人生呢？咪有兩邊話好似電影院咁樣俾晒啲電影你睇啊，佢一生由出世到佢死亡嗰一刻所做過嗰啲嘢噶嘛？佢話冇呢啲事發生過喎。佢話佢死咗之後呢，就感覺到好似有啲好似吸塵機咁嘅力量，一吸就吸咗佢，而不停係咁向上去，就去咗一條好似隧道咁嘅嘢，但係就唔係我哋平日見到嗰啲咩白色白光隧道嚟嘅。佢話嗰條隧道呢會得意嘅，好似我哋行緊一條走廊咁，會喐嘅，周圍有空氣嘅感覺到，有溫度嘅，涼浸浸，但係又唔係凍嘅。而最詭異嘅呢，就係佢開始聽到聲啦。佢話唔係人聲，但係咧就好似係一啲用水啦，有啲好似用有河流啊、溪澗啊呢啲咁樣嘅 rhythm， 呢啲旋律嚟到做出嚟嘅一隻歌。佢話呢隻歌呢，覺得好似好熟悉，但係其實佢係未聽過，但係佢又覺得喺佢出世之前聽過，我覺得好奇怪啦。講到呢一度，好啦，冇幾耐之後呢，個隧道嘅盡頭就有啲光行入嚟啦，而嗰啲光呢，就唔刺眼嘅，佢話啲光呢，有好靚嘅顏色嘅，好啲 pastel color 咁啊，有紫色啊，又有藍色，又有銀色，佢話靚到呢係不得了，令人想喊嘅感覺嘅。咁跟住呢，喺嗰一個 moment， 佢覺得好似有人認得佢。佢好似周圍有啲好熟悉嘅人望住佢嘅感覺，而喺嗰個時候呢，佢就見到佢哋啦 ，them。咁佢所見到嘅呢，就係我睇到呢一度，大家要用你嘅想象力吓。佢話呢，佢會見到有2個能量體，咁呢2個能量體呢，好似人形咁嘅，藍色皮膚嘅，有眼嘅，好大隻嘅，但係呢，就全身都係藍色嘅，係啦。咁呢2個能量體咧就坐喺一個好似皇上嘅寶座上面嘅，冇嘴，但係佢感覺到呢2個能量體係向住佢笑。佢哋冇開口講嘢，但係阿 Nicole 咧係基本上好似 telepath 咁，佢可以明白到有啲意識係傳遞俾佢嘅。咁嗰2個能量體咧就嗰個阿 Nicole 咧就話啦，我係突然之間覺得有嗰啲叫做now I understand， 而家我明白，我了解咗自己嗰個感覺啦。咁跟住嗰2個能量體咧就同佢 kind of 講咯，即係灌輸一個 conversation， 一個對白喺佢嗰度啦。佢話
你哋人嘅生活咧，其實 is an illusion， 係一個幻覺嚟嘅。真正嘅生命咧，係喺死後先至開始，呢一度先至係你嘅屋企。咁跟住個能量體就同佢講，佢話你嘅流產咧，你冇咗呢個 BB 唔係一個意外嚟嘅，其實喺你而家呢一生，你根本就唔應該有細路仔噶。你而家嘅使命就係要將我哋呢一個地方嘅記憶帶翻去人間，幫助更多嘅人，即係我哋啦，即係我同你啦吓，要幫助我哋要記翻起自己真正嚟嘅地方。咁跟住咧，Nicole 話佢喺嗰個空間喺嗰個地方咧，係感覺唔到時間。其實佢個心係好想永遠都留低，因為佢覺得係被愛包圍。即係嗱，嚟緊呢個咧就好似係天堂嘅感覺啦，個個都話唔想走噶啦，有愛嘅感覺啦，好和祥啦。但係點知咧，基本上佢唔要走，佢都要走噶啦。突然之間又有一股力量，咻一聲就扯翻佢。翻去我哋而家呢個世界，佢自己嘅肉身，跟住佢嘅心臟又開始跳翻，咁啊醫生咧就鬆一口氣，哇佢翻生啦，咁上咗咯。佢話而家基本上佢成個世界都變咗。嗱，佢講到呢度好奇怪嘅，嗰個報道咧話佢好似擁有咗種特別嘅超能力啊。佢話佢嘅 sensitive， 即係佢嘅 sense 咧，而家係比以前敏銳咗好多。佢話例如佢聽到人講嘢嘅時候咧，佢可以感覺到嗰個人嘅情緒變化，喺嗰個人嘅身體側邊咧出現咗顏色，即係佢見到個 aura， 佢見到嗰種好特別嘅能量顏色，超能力。佢即係我覺得係啦嚇。佢話佢唔再驚死亡，相反佢其實覺得死亡先至係真正嘅出世。咁至於嗰兩個藍色皮膚嘅人呢，佢話佢久不久咧都會發夢見到佢嘅。佢話佢相信唔係外星人，但係我覺得係啦。咁佢自己話覺得呢一個係佢哋嗰個空間嗰個我叫嗰個維度啦嘅守護者，即係 kind of 係咁樣啦。咁跟住佢而家因為佢係一個畫家嘛，所以佢就將佢所見到嘅嘢用畫嘅形式畫出嚟咯。咁呢個係kind of，我覺得係一個好嘅，佢帶俾我哋嘅意識，話俾我哋聽，死咗之後你會見到一啲咁好嘅嘢。但係我本來睇到呢度呢，各位聽眾星空之友，我就覺得幾好喎，個 message 我 get 到啦。點知所羅門王呢，即刻同我交代另一個古仔，哇！但係呢個基本上又令到我跌翻落去呢個深淵，又有開始嗰個恐懼感又出嚟咯。嗱，喺我講呢個故仔之前呢，其實我聽完你講呢個故仔，我忽然間我個腦裏邊呢，有另外一個 idea 出現啦。呢個 idea 呢，即係如果中意睇科幻片嘅人呢，就一定明我講乜嘢。但係我忽然間我醒唔起我嗰次睇嗰套電影係邊一套定係電視劇嘅 concept。咁佢就話其實 AI 發展到某一個或者人工智能去到某一個位呢，嗰個創造嗰個人工智能嘅人呢，就發覺人工智能點解冇辦法取代到人類呢？就係因為佢冇感情，佢冇人類嘅感情，所以佢所有嘢只可以用好邏輯嘅思維，一係就一係就零咁樣去諗嘢。所以佢哋諗到後來咧，有一個方法可以俾人工智能去更加了解乜嘢叫人性呢？喺佢 active 即係 online 之前，佢會製造一個虛幻嘅世界，跟住將呢一個 AI 咧唔俾佢知佢係一個 AI， 直頭就要佢去 go through 一個生老病死喺佢個電腦世界裏邊，去將呢一個 particular 寫出嚟嘅 AI， 即係譬如咁講，好似係 ChatGPT 咁樣，佢係一個 AI 嚟噶嘛。就而家就話俾佢聽，你而家出世啦，你係一個 BB， 跟住你一路要長大，你長大之後呢，你係會經歷呢一個愛情，經歷呢一個結婚生細路，跟住你會有生老病死，你會有好多唔同嘅人生活要面對嘅情感，俾佢 live through 一個 life 一次，咁呢個 AI 到佢死嗰一刻呢，佢就 ready 啦。佢就正式你而家係一個可以了解到人性嘅 AI 啦，咁你就 complete， 就係你唔再係一個只係一個 program 出嚟一個死咕咕嘅1同0啦。佢話即係我睇嗰套戲，其實我覺得係好 make sense 嘅。咁跟住我忽然間聽到你講呢樣嘢之後咧，當佢停咗個心臟，跟住上軌咗去嗰個地方之後咧，其實你用另外一個
AI 啲嘅，即係你用電腦少少嘅諗法，其實佢似唔似好似去見到佢嗰個creator 個 creator 隔住個 mon 喺度同佢 communicate， 就係講 you're not ready yet， 你繼續要翻去繼續歷練，你仲未得，你仲未完成你嘅成個歷練，所以佢要翻去咧。可以係咁嘅，因為好多投胎輪迴嘅故事都係咁嘅。係啊，翻轉頭嗰啲好多都係咁，只不過我用唔同嘅角度，有啲人見到嘅咧就係白色嘅一個人，有啲就會見到親戚朋友，有啲就會見到過去發生嘅事，咁跟住話俾你聽你未 ready， 然後你要翻嚟，咁 ready 咩啫？就係我要考牌，好似要 ready 到咁上下有張證書，要歷練啦，係啊，你要下山去歷練。Nicole 個故事令我最疑惑嘅咧就係。佢話呢一個死咗，其實唔係，係你要記得你出生嘅地方，即係話佢見到嗰個好似天堂，即係個藍色人嗰度咧。其實係佢出生嘅地方。我哋出生嘅地方，我做咩要出嚟啫？我喺我出生嘅地方，咁唔得嘅咩？唔係咁，你用翻 IT 啲嘅諗法，佢出生嘅地方咪就係個 program 嗰部電腦。你個 AI has a purpose to serve as a real world， 係嚟呢個世界，可能係 service 人，可能係嚟統治呢個世界。但係我嘅意思係，我如果留喺我呢個出生地 ，it doesn't hurt。呢個係冇得揀噶嘛？你個 AI 你個 program 話要你去經歷生老病死，冇 purpose。我就算做完晒之後，想 what's my purpose？ 你明白到咩叫人性咯？我點？你驚咗，你驚咗個人性。點解要人性？有咩 ？What's the big deal？ It's not by choice。我做福邊一個先得㗎？呢個就係而家佢哋 AI 要追求完美嘅話，佢哋而家發覺佢哋最欠咗嘅就係一個人性。咁但係因為 AI 佢冇辦法了解人性，唯一你冇得教嘅人性。我明白你嗰個 AI 意思，我亦都睇過呢一啲咁嘅戲，甚至個 AI 都唔知自己係一個 AI， 到後來先自己我都睇過呢一個咁戲。但係佢哋最後尾都係有一個 purpose 噶嘛。人點解要發明呢一種 AI？ 要令佢有 empathy。你頭先所講嘅嘢係 AI 係冇 empathy 嘅。咁咪到佢歷練完咗之後，佢係一個完整嘅 AI， 佢可以開始服務人性。冇錯啦，啱啦。佢嘅最大嘅 purpose 唔係服務自己，係要為人類而服務人哋咯。好啦，呢個就係 purpose。但係如果我用翻 Nicole 嗰個，我係冇 purpose 嘅。其實我係唔需要去做呢啲歷練，其實 I'm not servicing anyone， 我只不過係企喺個天堂入邊咧，嗰個地方咧 ，I'm just 可能一嚿石頭，我就係咁樣坐喺度。唔係啦 But I'm already alive。如果你有宗教，你有宗教背景嘅話，你都會聽過一個人離開咗呢度，離開咗我哋，通常佢哋都其中係講係主嘅安排嚟噶嘛，即係有第二個任務俾佢啊嘛。其實你用咁樣去諗嘅話，咪 make sense 咯。我係冇，其實真係我冇任務咯，就係。唔係你未知你嘅任務係咩啫？我係人，我係人，我係可能有個任務。你係 on a need to know basis。但係我係咁樣講，我係覺得，因為我而家如果你用宗教嚟講，我哋係罪人，我哋出世 we are sin， 我哋係一個另一個 category。但係如果你話我原本已經喺上邊嘅，我根本就冇咁嘅必要跌落嚟，除非我犯咗錯。呢個又係嗰句啦，唔係 by choice。Yeah, exactly。所以我覺得Nicole 嗰個係就稍微比較悶咗少少。咁但係咧，我哋休息一陣間先，一陣間翻嚟咧，我哋同你講呢一個咧。就完全唔同晒啦，呢個先至係吸引，所以點解話地獄遊記係吸引過天堂遊記呢？一陣間翻嚟，我哋帶你落下低啊，帶你落下面。嚟到第二 part 嘅星空奇談啦，戲肉嚟咯。頭先 Nicole 嘅故事呢， Nicole 的確係死咗2分鐘嘅，心跳停咗，腦電波停咗，死咗2分鐘，然後翻生。但係而家所羅門王呢一個呢，講下低呢一個呢。基本上係好似係連死都未死添㗎喎，佢係嘛？佢根本就唔係死，佢呢個基本上咧就係呢位叫阿 Kathy 嘅女士啦。咁佢當年我諗50零歲到啦嚇，咁佢有啲病痛嘅原因咧，就咁啊令到個醫生咧係決定係用一啲藥物咧係將佢人造 coma 咗18日。OK， 即係 induced coma。係啦，咁樣呢一個 induced coma 咧，我哋中國人咧就會講，喂，其實一個人進入 coma 咧，係咪其實佢個魂魄咧係唔附體噶？佢係咪走咗去第二度啊？咁有咁嘅可能嘅。
咁點解咧？因為阿 Cathy 喺呢18日裏邊咧，佢經歷嘅嘢咧，如果你唔係相信靈魂係會離開咗佢身體嘅話咧，係無法解釋噶。因為點解咧？當佢一開始被 induce 咗呢一個 coma 嘅時候咧，佢係形容佢自己係忽然之間唰一聲去到一個又黑啦，又好恐怖啦，好混亂、好混濁嘅地方啦。個地方係好得人驚嘅，佢會用地獄嚟形容呢個地方。甚至佢聽到有一把聲問佢：你知唔知道你喺邊度？咁跟住佢就只係好自然咁樣答咗地獄咁樣，因為四周圍嘅環境令到佢相信呢個就係地獄啦。咁佢形容呢個地方咧，係話佢有好多火燒啦，好多啲人喺度慘叫啦，有好多人喺度走嚟走去，好chaotic，即係好災難性、好混亂咁樣啦。成個地方好似一個啱啱打完仗散晒嘅城市咁樣，一個廢墟咁樣嘅。好啦，咁佢亦都話咧，有一啲嘅類似魔鬼或者係魔嘅形態嘅嘢咧，係經常喺佢身邊度咧，係喺度折磨佢嘅，即係嚟搞下佢啊，吉下佢啊，纏繞佢啊。跟住有啲人咧，有啲咁嘅魔咧，就會同佢講：喂，你快啲沮喪啦，你快啲放棄啦，你冇希望噶啦，你仲咁 upbeat 做咩啊？你快啲放棄啦，咁樣。咁佢基本上咧就係覺得我唔係一個會放棄嘅人，我點都唔會放棄，我一定可以離開呢個咁嘅鬼地方嘅。咁佢甚至形容咧係見到一個着住好似嗰啲法官咁樣嗰啲袍咧嘅一個魔，可能我諗係比較高級啲啩。佢出嚟都要同佢講：我而家要你去做一啲苦差，包括咗咧要佢話你要去將呢一啲荊棘上邊嘅一啲果實咧係剪落嚟。但係佢剪極咧，嗰啲荊棘咧都係不停咁樣生長，一剪就生翻，一剪就生翻咧。哇！直頭係 never ending 嘅 nightmare。佢咧就俾呢一個咁樣着住袍嘅魔咧，就點佢去做埋晒呢啲咁嘅苦工。但係佢一路都冇放棄，佢絕對唔會絕望，佢唔會感到放棄。佢因為佢相信佢可以離開呢度。好啦，咁啱啱講咗啦，喺佢眼中見到嘅所謂地獄咧，有火啦，有好多廢墟啦。但係忽然之間咧，有一次佢俾一個女性嘅，即係佢形容係女魔頭，女魔頭係啦，就帶咗佢去一個冰天雪地嘅地方。嗱，我哋講嘅地獄有好多唔同層噶嘛，係咪？其中係有凍嘅，係有冰天雪地嘅。OK，但係呢位女士咧，真係唔知係咪應該話佢嘅人真係正能量到不得了。佢竟然覺得呢個環境好有聖誕 feel 啊！佢竟然喺個口裏面開始哼聖誕歌。佢仲感覺到一哼聖誕歌嘅時候咧，佢嘅心裏邊咧係充滿咗愛啦、和平啦同埋喜悅嘅。大件事一有呢個感覺之後，忽然之間又好似俾人吸咗入去個吸塵機咁，但係佢今次掃咗去邊呢？佢形容我掃咗去一個好聖潔啦，好多雲石啦，好似一個教堂咁樣嘅空間，有好溫暖嘅白光，同埋有一啲哇靚到你無法喺地球上面揾得到嘅一個花園。嗱，似唔似我哋認知嘅天堂同伊甸園咁樣嘅地方？似乎係白色啊，好多光啊，好平和，好 peaceful 啊，咁咪天堂咯。係啊，天堂喎。咁仲有喎，忽然間喺佢面前出現呢，就係喺冇耐之前因病去世嘅未婚夫阿 Rick 都喺佢身邊出現喎。跟住呢，佢個樣睇落去呢，仲後生咗啦，仲靚仔咗啦。跟住兩個人係唔使講嘢，係用心靈呢，就喺度對話嘅。而佢哋嘅對話裏邊，最後咧呢個未婚夫咧就同佢講：你嘅時間未到，你仲有太多嘢要喺人間要做，所以你唔可以留喺度。就講完呢句嘢之後，佢嗚一聲就喺佢嘅病床嗰度起翻身。原來佢已經過咗18日嘅 coma 啦。哇！佢而家幾多歲啊？佢而家79歲啦。哇！即係其實
哇，20幾年前嘅事嚟噶咯噃。係啊，20幾年前噶啦。係佢好似嗱睇到新聞報導咧，或者睇呢一個上面嗰啲傳媒嘅報導咧，就話佢好似將佢成個經歷係咪寫咗一本書添㗎？係，佢出咗一本書，因為佢將呢件事講俾好多人聽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唔相信，甚至有啲人講唔係㗎，可能係啲藥物咧，你知令到你 coma 咗啲藥性好強啊，令到你喺個腦裏邊有啲胡思亂想啊咁樣嘅啫，邊會有咁犀利啊？又去 heaven 又去 hell。我覺得有少少，你講話有少少同宗教好似㗎，佢嗰個即係有少少宗教嘅意識嘅色彩，因為特別係關乎佢唱嗰隻聖詩咧，我就好想知嗱。其實佢唱聖誕歌啫，聖誕歌啫，嗰隻因為好多聖誕歌你知啦，同主耶穌基督生日有關噶嘛，咁好多時都可能提到 Holy 啊，或者係 Saint 啊、Jesus 啊呢啲咁樣嘅字眼。其實我想睇佢嗰本書咧，就最想知道佢唱隻咩歌。唔知你哋想唔想？我會覺得呢，如果真係有一日要去到一個疑似係地獄嘅地方呢，你乜都可以唔記得，可以傍下身咯。係啦，你記住呢隻聖誕歌或者呢一首歌啦。總之你記住，然後喺嗰陣時唱出嚟呢，或者可以救到你。我諗可能我估，因為我未睇呢本書，我估嘅呢，可能係呢個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嗰個呢，又或者係或者 Santa Claus 可以救你呢。唔知你哋各位有冇睇過一套舊戲啦？就係 Brendan Fraser 所做嘅，咁就係叫做 Monkey Bones。入邊呢就有講咗嗰個關於如果一個人coma 嘅時候，佢會見到啲乜嘢。咁喺套戲入邊呢，佢就講話 Brendan Fraser 就跌咗入個 coma。咁佢嘅靈魂咧就去咗一個叫 Coma Land 嘅地方。咁其實如果你係一個進入咗昏睡狀態嘅一個人，其實你嘅靈魂個能力係可以穿梭於過去未來，或者會穿梭於唔同個空間，即係個能力好似大咗嘅。但係能唔能夠 guarantee 你翻嚟咧？嗱，嗰套戲就咁講嘅。佢話佢嘅 Coma Land 咧，就大家嗰啲昏迷嘅人咧，佢哋各個靈魂咧就坐咗喺嗰度就等啦，等醒，差唔多到你嘅時候咧，就自然會有一個管理員出嚟話俾你聽，差唔多到你啦，邊個就醒噶啦你。咁你而家咧就坐喺度，我哋一陣間咧就會一撳個掣，咁你就可以搭嗰部升降機定係一個噴射凳咁樣，你就可以飛翻上去人間，咁你就會醒啦。但係其實嗰個概念咧係你唔好忘記，既然你可以搭嗰部 lift 或者你可以坐上嗰張噴射凳，亦都係代表其餘嘅人都可以偷偷地上去嗰張噴射凳嗰度坐上去，翻去呢個人間而佔據你嘅身體。咁嗰套戲就係咁講嘅。話跟住嗰隻馬騮呢，邪惡嘅馬騮呢，就打尖咯，就佔領咗人哋嘅身體，就嚟咗呢一度人世間咯。咁亦都可以咁樣講。有陣時你聽到有啲人話嗰個人瞓咗好耐啊，醒翻之後好似變成另一個人咁，自己係邊個又唔記得，身邊嘅人乜嘢都唔認得，甚至可能講嘅唔同嘅語言，食嘅嘢口味唔同晒。其實有冇諗過翻嚟嗰個未必係原本嗰個人嘅靈魂呢？嗱，咁你頭先講咗電影啦，嗰度 Monkey Bones 啦，咁你令到我又好想再 follow up 一套之前喺節目裏面都講過嘅一套電影啦，6月先上嘅。但係我依然覺得咧，佢呢一個 marketing 啊，即係如果係真係 marketing 嘅話咧，係真係好成功嘅。大家又可以有一個新嘅 trailer 咧可以睇。阿小英，我哋可唔可以鋪個 trailer 上去星空群組俾佢哋欣賞下？可以嘅，你就係講緊Steven Spielberg 嗰套叫做係咪叫 Discovery Day 啊？係 Disclosure Day 即係呢個大揭秘啊！我哋而家將啲嘢講晒出嚟俾各位聽啦。咁係 Steven Spielberg 話佢有嘢想講俾你聽，咁你都估到應該係同外星人有關噶啦。係啦，冇錯啦。咁講真，都係呢個第三類接觸都係佢噶嘛，係咪？咁呢一套咧，佢 Disclosure Day 我哋之前亦都介紹過個內容啦。咁一路咧都係引起呢個坊間咧係有兩種猜測。第一種咧就係呢個純粹係一套電影，而我哋而家所睇到嘅咧就全部係 marketing 嚟嘅。咁另外一班人嘅學說咧就係話有人想借呢一套電影嚟宣揚或者係正式將一個 message 傳遞俾全地球嘅人類，就係想話俾你聽，我們已經來了。記唔記得失明嘅Baba Vanga 婆婆啊？
婆婆同埋有，我記得唔記得係嗱，應該係咁樣講，我記得個 message， 但我唔記得係邊一個預言家講嘅。佢哋話係今年㗎啦，我哋係會有機會，地球人係會正式面對關於外星人嘅真相。但係佢哋從來冇講過咩形式㗎嘛。我哋以為人哋會企喺我屋企門口現真身俾我睇啫，但係可能人哋係經過 Steven Spielberg，because he is the chosen one。由佢用一個拍戲嘅形式，用 soft launch 嚟話俾我哋聽，外星人現實而家係點樣？你覺得有冇咁嘅可能啊啦？有，所以我覺得呢一套嘢我好想知到底佢想講啲乜嘢嘢呢。嗱，6月呢一套嘢上畫啦，而家呢一個最新嘅 trailer 呢，又加咗一啲呢係之前未大家睇過嘅一啲片段，所以不妨呢可以上去 enjoy 一下。我自己覺得呢套嘢呢係好精彩嘅。嗱，就咁如果你睇個 trailer 呢，即係個預告片啦，我而家擺上去星空奇談我哋個群組度俾大家睇睇。首先嗰個陣容就好犀利，因為我十分之喜歡 Emily Blunt 嘅。咁我上次睇佢拍嗰啲科幻片，即係佢以前拍呢個 Devils Wear Prada One 咧，咁就呢個冇得個講啦，佢講啲女仔扮靚啊。但係後來佢拍呢個I think it's called Edge of Tomorrow。Edge of Tomorrow， 不停喺度死過翻生，同外星生物有關嗰個咧，哇！嗰個真係我睇過，我諗至少都5-6次嗰套戲，我好喜歡。嗰啲都唔係驚悚片啦，嗰啲科幻片。科幻片呢個都係科幻片嚟㗎。呢個 A Quiet Place 呢一個驚悚片，又有啲外星人嘅，我覺得呢個先最正。係啦，呢一期全部外星人都同 Emily Blunt 有關嗬？你估？唔好話A Quiet Place 出第3集喎。哇！你估究竟嗰個嗱喺呢一套嗰個 trailer 入邊，佢哋有提過外星人係會揀一啲地球人做 the chosen one， 呢個 theory 我覺得好好嘅，因為佢嗰個人係可能腦電波夾到啦，又或者佢可以接受呢一啲事物啦。你估 Steven Spielberg 其實背後佢係咪嗰個 chosen one 呢？佢喺個故事個角色入邊揀咗係咪2個 chosen one 㗎？被揀選的人，一個係一早就已經係，一個咧係差唔多 the time is right， 佢哋咧就要揀一個代言人。我會覺得如果成樣嘢就係真嘅啊，我哋用另一個啲人嘅睇法啦，話成單嘢其實係真人真事嚟到擺上銀幕俾你睇。The Chosen One 會唔會就係 Steven Spielberg 咧？你聽緊我哋而家節目嘅你想唔想 being the chosen one？ 俾外星人揀中，其實我有咩要做噶？喂，咁我好嘢未知啊，但係有機會，假如真係之前已經有第二啲外星人嚟咗地球同啲政府合作，而佢希望將呢件事係臭屎密咁嘅，咁佢第一件事就係要 eliminate 嗰個 chosen one，梗係啦，對立噶嘛呢兩個 concept。咁我 as a chosen one， 其實揀我嗰班人係咪有咁嘅義務同責任要保護我呢？咁佢都未俾人知佢喺度，咁可能佢唔可以咁揚咧做得，咁你要自己搞掂，自求多福啦。講到呢一度咧，其實我好期待，我諗個個都好期待睇呢一套。哇！最近又有舞台劇要睇，又有戲要睇，哇！啲真係多錢都唔夠使。講開舞台劇，記唔記得上個星期我哋開咗個頭噶啦？你哋都會預咗阿 Kendall 邊度會引得口唔同我哋講噶，但係佢好乖嘅，佢講少少，而且咧亦都帶一啲新嘢嚟俾我哋聽嘅。呢一個佢帶俾我哋嘅新嘢咧，香港嘅聽眾要靠你哋 update 啦，可能而家仲喺度，或者仲有得睇嘅。咁我哋休息一陣間，一陣間翻嚟咧，我哋聽下 Kendall 同我哋 update 下嗰個舞台劇。記得大家仲有3個月嘅時間儲錢啦，係6月幾至到7月嗰段時間，我哋咪約埋。又係6月啦，係咪7月啦？係咪7月去睇我哋？因為我到我翻嚟嗰陣時都應該係7月頭啊。7月頭去睇啦，我哋好嘛？好嘅，呢個再約，我哋休息一陣間啊。兩位星空主持，今次咧我就係嚟 follow up。嗱，我就唔會劇透嘅，我就睇咗呢個 Paranormal Activity 啦，覺得好驚訝咧，係咁多人去睇嘅，因為第一嗰間係一個小型嘅劇院，叫做 Tony Rambie Theatre， 好細嘅，連個舞台都好細嘅劇院嚟嘅。呢套劇其實咧已經成個3月嘅，佢就會上到咧係21號咧就正式完結。跟住就可能就係喺多倫多上啦，就6月嗰時。咁我哋咧就係睇2點鐘嗰場，咁啊諗住唔係好多人啦，
點知去到咧係好多人排隊，好多人現場去買飛，而且咧係好奇怪嘅就係唔止老人家，仲有好多後生仔都去睇。明顯呢套劇咧就好受歡迎嘅，好多人係聽聞啦，可能咁就嚟捧場嘅。成套劇咧係有2幕，大概2個鐘度啦，你加埋 intermission 大概2個零鐘啦。上半場咧就已經有少少尖叫啦，故事嘅引入啦，但係 intermission 之後嘅下半場咧，嗰個尖叫聲咧，可以講都係幾頻密嘅，同埋係高潮嚟啦。咁正如小英講，呢個 Paranormal Activities 咧就唔係用舞台嘅效果做翻嗰套戲咁喺嗰個 CCTV 啊嗰啲嗰啲效種影像嚟嘅。呢個咧係因為舞台效果啦，所以變咗係講間屋，就講一對夫婦就搬入去。就係個太太就先覺得有啲嘢，跟住之後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幾好睇嘅。同呢個電影啊 video 方面做製作咧係有啲唔同，所以變咗喺舞台上面有好多限制，你起碼冇得剪接，最多係燈光同埋一啲少少嘅一啲特技效果啦，都好好睇嘅。同埋咧喺近結尾嗰陣咧，最後嗰度咧有一個少少嘅 tweak。到時你哋睇嗰陣咧，就睇下你哋諗唔諗得到啦。講開呢套劇咧，我更加想補充嘅係咩咧？幫我哋提供戲飛嘅阿 John 咧 ，weekend 係幫呢間 ATC 做 part time，所以變咗好多時佢都調去唔同嘅劇院要幫手。佢就講咗少少嘢俾我聽嘅。嗱，呢個劇院咧叫做 Tony Rambie Theatre， 就係有100年以上嘅歷史㗎啦。佢隔離咧就淨黐住一間係好大型嘅劇院嚟嘅，就係叫做 Current Theatre。咁大家都100幾年歷史㗎啦。當然啦 ，Current Theatre 咧就上一啲好大型嘅 musical 啊嗰啲嘢。咁我都去過嗰間戲院睇唔少次㗎啦，唔多唔少更有傳聞㗎啦，即係例如見到影啊諸如此類啊，喺後台啊諸如此類。Tony Rambie 咧亦都係雖然間起嘅模式唔同啦，咁但係都係一樣100年歷史。咁亦都唔多唔少嘅 John 都話，梗係有少少傳聞㗎啦。不過佢話聽到一個咧，就係同呢個劇有關嘅傳聞，佢就話咧，聽嗰度嘅工作人員同佢講咧，當啲演員唔知道係彩排啊定係上演嗰陣，咁佢哋咧就喺後台，咁後台通常都黐住呢個化妝間嘅，化妝間當然咧有啲半身鏡就俾你補妝啊咁啦，亦都有全身鏡，就因為如果你要着起一啲 costume 嘅時候咧，你會睇到自己着啱唔啱啊咁樣嘅。而有一啲部分嘅演員咧，就話喺鏡前邊，我唔知佢係着起咗戲服啊，定係化緊妝啦，唔知點解見到係嗰套劇裏邊嗰個女主角喺個鏡後邊出現，但係佢哋一擰住面係冇人。嗰個女主角當時係唔喺化妝間，甚至乎可能喺台前演出緊。咁呢個係一個喺裏邊嘅工作人員傳出嚟嘅一件事，就算係都唔出奇，因為尤其是當你係上映緊一個舞台劇係同靈異有關嘅時候咧，嗰啲朋友都好想知道你哋做緊啲乜嘢，講緊啲乜嘢，同我哋有關嘅。另外咧，阿 John 就曾經講過咧，就話佢同事個女喺三藩市總醫院同住屋裏邊感覺到一啲怪異嘅嘢啦。咁但係咧，最新嘅消息，阿 John 就話咧，佢呢個同事個女咧要翻去嗰度再繼續做一啲嘢。今次咧就只係逢 weekend 先至去做嘅啫，即係可能係啲好輕騎嘅嘢。咁亦都係只係得佢一個，而且咧會係維持到咧大概係5月㗎。咁當然啦 ，weekend 佢媽咪就比較方便啲去陪佢喺嗰度啦。咁但係咧，阿 John 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就自告奮勇啦。因為阿 John 佢本身就好中意去靈探啊嘛，咁佢咧就自告奮勇就話啦：今個月尾3月尾28號嗰日咧，不如我去陪佢。咁樣我就話你即管去陪佢，睇下你感唔感應到啲咩嘢，有嘅話話翻俾我聽。講開一啲，小英都講啦，醫院唔知點解特別多呢啲咁嘅故事，甚至乎只係空置嘅都繼續擺喺度咧，係因為可能係歷史
嗱，呢樣嘢咧就令我醒翻起一件事。呢件事嘅發生咧，其實係我好細個嘅時候，我一定係10歲樓下。其實唔係好大件事嚟嘅，但係嗰個地點而家仲存在喺香港，而且我相信香港人有機會可以入去感受下。睇下佢哋感唔感受到。我因為離開咗香港咁多年啦，我真係唔知道嗰個 building 變成點樣。呢個 building 就會喺西營盤第3街同埋西邊交界嗰個角嗰度，嗰一個紅磚屋。呢一個紅磚屋咧係英式時期起嘅，應該有2樓3樓咁上下啦。我記得我搬嚟嗰區住嗰陣咧，嗰個 building 已經變咗係一個社會福利處嘅用途嘅。我細個時係住喺個區嘅，我記得同大家講過，所以變咗我聽過好多關於高街鬼屋嘅事啦。咁但係高街鬼屋咧都拆咗啦。唯一呢間咧係冇拆到，仲係保存緊，因為佢係被列為係第一保護文物嘅。即係我 under 10歲嗰陣咧，我經常去嘅，因為好近我屋企啊，即係行路去。佢裏邊係咩咧？因為佢係社會福利處，咁所以變咗佢2樓3樓咧，變咗就係有兒童圖書館同埋成人圖書館。咁好多時終於係流連喺圖書館。我係一放學一得閒我就走去圖書館啦，直到好夜翻屋企食飯。咁食完飯可能甚至乎食完飯再去過。咁啊係因為佢10點鐘學到先閂門嘅。咁而嗰個裏邊嘅空間係好大嘅。咁佢另外一邊咧，我記得咧，當年咧又好興一種所謂叫做兒童夏令營啊，就係社會福利處主辦嘅。咁每人只係交5蚊咁樣咧，就會一個禮拜時間咧，就喺嗰度有活動啊，有導師啊，玩遊戲啊，一組咁樣嘅。嗱，我媽咪同我講，我喺嗰度出世嘅，我哥哥都喺嗰度出世嘅。原來佢前身就係贊育醫院。咁贊育醫院大家都知道已經搬咗去國家醫院隔離，係好摩登噶啦。呢個社會福利處呢一個角落呢個 building 咧，就係贊育醫院，而贊育醫院係愛嚟係接生嘅。入到裏邊係一個好大嘅 hall。咁但係咧，佢咧正中面咧就有樓梯上2樓同3樓，但係嗰樓梯係半圓形上去嘅，半圓形咁轉彎，又再轉彎，又再轉彎咁上去。上到2樓咧，3個間隔一樣，房門咧就好高嗰啲咧，係有格啲玻璃嗰啲木門咁樣嘅。走廊兩邊盡頭咧，各自都係一間好大嘅空間嘅房嚟嘅。咁我深信嗰度就係應該係產房同埋育嬰室。我每次去嗰陣時，好多時係夜晚黑去嘅，食完晚飯我先去。咁大概係7點零鐘啦，我就坐喺嗰度，去嗰度睇。佢10點鐘上，我就翻屋企㗎啦，因為好近屋企。我好多時咧，甚至乎咧得閒冇嘢做咧，我就去到嗰度咧，就坐喺啲樓梯啊，或者企喺度望下好靚喎。我記憶所及咧，好多時聽到腳步聲嘅喎。係諗下係咪圖書館嗰邊有人行過嚟咧？唔係喎，喺另外嗰邊個空間嗰度喎。咁另外個空間我都講過係同呢個圖書館嗰邊咧係一樣咁大噶嘛。但係嗰度裏邊係乜嘢都冇嘅。呢個係我細個時其實已經聽到，但係當時我細個就少不更事啦，唔係好追究啊。但係因為呢個咁歷史悠久嘅 building 而家仲存在嘅咧，咁我就唔知道佢俾唔俾人入去裏邊參觀。如果喺香港嘅聽眾咧，有機會嘅話咧，去試下即係親身感受下，究竟有冇靈異嘅嘢咧？當年咪提過一個所謂大頭怪嬰事件嘅，嗱我就唔係好信呢件事嘅，但係有人講傳聞咧，大頭怪嬰咧其實應該係喺呢一間贊育醫院出世，而唔係喺嗰邊新嗰間贊育醫院出世嘅，大家可以研究下啦。好多謝晒 Candle 嘅提供啊！香港嘅聽眾，你哋又多一個靈探嘅地點啦，或者而家都仍然喺呢一個社區中心呢，贊育醫院啊嘛，我聽過，但我真係未去過呢一個，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提供嚟嘅，多謝晒你啊 Candle。其實喺呢個禮拜呢，我哋都有一啲係同醫院，亦都係兒童醫院嘅故事。係同大家分享，但係前身係兒童醫院嘅，而且俾我故事嗰個人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醫學界嘅人，佢就話自己好彩，佢係因為唔使返夜更，
佢真係好彩，佢話佢好驚呢啲嘢㗎，佢都驚自己做醫護人員嘅時候咧會被編排翻夜間。但係佢話好彩，我嘅 seniority 咧而家係翻嗰啲咧正常翻工時間 ，let's say 朝9晚6嗰啲咧，冇錯 ，exactly。所以佢先係話咧，我都有幫你問，所以我先夠膽講俾你聽啫。如果我係翻夜班㗎，我係唔會講你聽嘅，我費事自己掘個氹俾自己踩落去，等自己驚餐死。咁所以咧，其實佢係有啲關於醫院嘅靈異新聞 send 咗俾我哋，咁我哋下個星期同大家講講啦，亦都係同一啲兒童醫院啊，或者係叫康寧醫院啊 （Palliative Hospital） 係有關係嘅，嗰啲其實啲故事都幾得人驚噶。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就記得留意啦嚇。咁以下嘅時間我哋就會交俾蕭文麗嘅靈音莫測。喺黑暗嘅世界裏邊，有一種形式嘅存在係無聲無息，卻又無處不在。人同人之間稱呼為間諜，各國之間互相潛伏大量嘅間諜特工，唔使多講，大家都知道。但除咗軍事間諜之外，喺和平盛世嘅年代，經濟間諜、政策間諜、文化間諜更為普遍。喺2015年，由法新社嘅報道，中國大陸地區嘅間諜人數一共有115675人，當中包括外籍人士48000人，中國籍67000人。除此之外，仲有日本間諜21000人，其中嘅軍事間諜有11000人，商業間諜10000人，美國間諜19000人等等。佢哋嘅活動範圍，好多人都相信存在喺早期北京市入邊嘅三里屯當中，冇乜人流又唔賺錢嘅酒吧或者咖啡店入邊。之後因為政府嘅城市整治，就銷聲匿跡。咁多年嚟，唔同嘅間諜喺邊度匿藏，同埋當中又發生過啲乜嘢呢？今晚嘅靈音莫測就為大家揭開間諜嘅鬼影潛伏。美國有3大強力機構 CIA 中央情報局、FBI 聯邦調查局同埋 NSA 國家安全局，而佢哋喺中國嘅領土當中設有間諜網絡同埋相關嘅活動策劃，經過多年嚟嘅苦心經營，時至今日肯定依然存在。佢哋各自建立間諜嘅網絡，互相獨立平衡，可以話係三管齊下。中美間諜戰自從喺1949年新中國成立就已經開始，當時社會風氣、政治思想比較統一，所以間諜未能夠發揮效用。直到1980年代，美國對華嘅情報工作先至有咗實質嘅進展。不久之後，美國情報局部門對中國實施咗代號為沸嘅計劃，熱血沸騰嘅沸，開始喺中國各行各業大量滲透、培育、收買代理人等等。而沸嘅計劃目標之一係要喺中國知識分子嘅群體當中物色人選。根據有份參與該計劃嘅美方人士聲稱，自從喺1979年至到1988年之間，就至少有120名被美國情報局部門以各種手段收買，而收買手段係相當之簡陋，就係幫呢一班人喺海外嘅知名刊物上邊發表文章，然後毫無忌憚咁樣俾稿費，即係每1000字就會有2000至到3500蚊美金，簡單直接就成為咗美方嘅傳聲筒、代理人，或者直接淪為間諜。另外，根據路透社一份統計，淨係喺2010年，美國喺中國情報預算就已經高達750億美元，佔咗全球情報總支出嘅70%。而2010年間，情報嘅數量同質量創下咗多年嘅新高，有好多重要嘅情報都會直接送往當時嘅美國總統奧巴馬。
喺佢執政嘅8年之間，係美國對外攻擊性最強嘅時期。不過隨着時代嘅改變，相信好快美國對外攻擊就會被某人趕上或者超越，呢啲就要等翻日後統計報道出現咗之後就會一目了然。但奇怪嘅事情就喺2010年嘅年底就開始發生，美國嘅情報部門察覺得到喺中國嘅線人陸續失蹤，繼而對中國情報工作就陷入咗混亂。而當時奧巴馬唔止一次質疑 CIA 部門點解會有咁嘅事發生，但冇人能夠解答得到，因為美國建立嘅間諜網絡已經遭到毀滅性嘅打擊。至於中國係如何做得到，美國自己查咗好幾次，都只係得個寂寞。呢一刻，相信大家都最有興趣想知道，應該就係美國嘅中國間諜網絡係如何被摧毀嘅呢？有外媒引用 CIA 官員透露，用喺中國地區嘅間諜通訊系統係源自一套安全可靠用喺中東地區嘅系統。點知大約喺2013年之間，中國就發現該系統嘅一個漏洞，而喺之後嘅幾個月之內就完全被成功攻破。就係咁，中國就能夠辨別出美國間諜同埋佢哋用咩系統通訊，結果令到當時美國嘅間諜工作回歸到原始嘅人見人傳統聯絡方式。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報道，對於以上失敗嘅事實，美國 CIA、FBI、NSA 全部都拒絕發表評論。但時間線上又講出咗另外一個事實。2009年奧巴馬上台，2010年 CIA 開始喺中國部署新嘅間諜通訊系統，2013年被中方破解，2015年有關部門開始收網，而喺呢一年成功捉拿到間諜潘萬芬。隨後2年 CIA 喺中國間諜網絡基本就係被摧毀，直到2017年奧巴馬落台。咁邊個係間諜潘萬芬？時間嚟到2015年嘅3月20日，美籍華裔商人潘萬芬，佢由中國大陸前往澳門嘅時候被警方拘捕。潘萬芬係生於越南嘅華人，美國籍，後嚟被 CIA 發展成為潛伏喺中國嘅關鍵線人。喺 CIA 嘅策劃之下，潘萬芬一躍成為休斯頓深圳姊妹城市協會嘅主席，為中國跨國企業提供商業資訊服務，以此為掩護之下，大規模喺中國發展長達10幾年嘅間諜活動。直到2015年嘅3月，潘萬芬因涉嫌盜取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安全被警方拘捕。被捕之後，大家都冇諗過，一個外表普通嘅中年婦女，居然能夠擁有2萬多人嘅強大間諜網絡。對美國嚟講，潘萬芬可能太重要，所以喺被捕嘅第2日，美國外交官就去見佢。隨後美國國務院表態，美國係極其關注潘萬芬事件，要求中方提供此案嘅詳細情況，並且容許美國外交人員全面喺唔受干擾之下同佢保持聯絡。美國眾議員克里斯史密夫係時任美國中國委員會嘅主席，佢聲稱潘萬芬係雙邊交流嘅典範，如果持續被關押，將會對中美之間商業不利，有害中國喺海外、全球嘅聲譽，以及中美之間多方面嘅合作。同時，多名嘅美國政府官員同國會議員都相繼呼籲立即釋放潘萬芬。不過，中方對潘萬芬嘅明確回應就係，因為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犯罪活動，被中國有關部門拘捕。
依然相關部門會嚴格依法處理此案。跟住落嚟，當時嘅美國總統奧巴馬喺 G20 杭州嘅高峰會期間，再次向中國提起潘萬芬事件。正正就如克里斯史密夫所講，潘萬芬係一名值得美國政府付出代價拯救嘅優秀間諜。佢喺早期就已經喺中國活躍，獲得美國所需要嘅重要情報，成績斐然。最終2017年嘅4月25日，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犯間諜罪判處潘萬芬有期徒刑3年6個月，附加驅逐出境，而被告人潘萬芬認罪不上訴。今集內容都係網絡上漂浮緊嘅信息，當中有幾多係真實，有幾多係吹噓，咁就見仁見智啦。正所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多多少少都夾雜住某啲嘅事實。咁究竟係邊啲真邊啲假，就留翻俾大家判斷。時間差唔多，下次見。